第二個問題。嗱，咁香港有每年有講開病痛問題咁啊，香港啲中風嗰邊都幾嚴重喎，每年成2萬人喎，但係有冇啲咩好嘅方法去解決？嗱，呢個真係大鑊啦！講起中風真係。係啦，由後生即係以前就話年紀大嗰啲容易中風啦，而家係好後生嗰啲都一樣會中風喎。係啊，中風猝死啊，咁經常都會發生喎。因為佢哋對個電腦內咧，嗰啲血咧就凝聚喺度。我都要對喎。係啊，你對得耐唔得㗎，就行開㗎。所以佢哋最好咧就練我哋嗰個都係要講練功同埋飲啲好嘅水。你飲啲好嘅水咧，就化咗你嗰啲食物嗰啲沉積。你有練功咧，你啲血行得好。另外咧就中風有啲就係血壓高嘅，有一樣嘢大家就少常識要知道啦。如果你一感覺小暈之後醒翻，即係突然間暈一暈，醒翻跟住講嘢有啲咁多唔清晰咧，你喺48小時內你即刻要揾醫生睇。先兆。黃金時間嚟。中風嘅先兆。一定要即刻，你唔可以搏懵話啊，又好似好翻冇嘢喎就算數，呢個危險嘅。好啦，講到呢樣嘢咧，佢涉及好多人由嗰個手臂由個手麻痹喎。你未暈之前咧，你嘅手感覺麻痹，或者腳麻痹，或者有腳痛嗰啲咧，都會引起中風。咁我覺得同我個細佬傾過嘅，大家可以喺嗰個點樣講？喺嗰個九龍區嘅地鐵線範圍附近住嘅朋友，如果有啲老人家手腳有事，行動唔方便，因為而家好貴嘅。嗰日我問阿林醫生都加到600蚊睇一次嘅啫，我都以前我睇200幾嘅啫，我就做保險一加到600蚊，300幾、400幾、500而家600。咁咧咁貴咧，即係一般人都負擔唔起。香港嗰個英國嗰個神經科咧又貴。但如果即係喺九龍沿線有啲人有手腳有事嘅，唔係行到咁方便嘅，或者有時間唔係咁好嘅，我弟弟應承我可以提供一個服務。但收費咧就任俾，咁任俾你唔好俾廿皮喎，大佬坐地鐵都未夠，咁啊撲街啦，係咪先？即係佢啊，因為佢而家有陣時，因為佢又好清閒，咁啊佢又得閒又研究呢啲，又幾年來都好多年都係上去啲安老院度幫人哋做嗰個保健嘅。但係我叫佢唔好做腰，因為你冇張床啊，即係冇做腰嗰啲床咧做得唔好嘅。咁啊，但係手腳痛啊，普通嘢咧佢係幫得到手嘅。我話如果啲人有需要嘅，咁啊打電話問阿方太咧，攞個弟弟嘅手電話就同佢聯絡。但最好喺九龍區嘅地鐵沿線附近嘅，方便。因為咁咪你遠咗新界啲無謂咁啊搞清，你都唔知點俾錢佢喎。但就嗰個診金咧就任俾嘅，即係嗰個按摩保健嗰度咧就係任俾嘅，啊。即係因為我見有啲人咧，佢又坐輪椅又成走去搞咧，咁啊哇個都唔得掂。咁譬如話你有時間咧，屋企話約定咗佢自己上門幫佢搞咧，都希望幫到佢。因為佢腳痛咧會搞佢做中風啊，越搞越大件事，咪一定要疏導咗佢。所以係手腳嘅啫，其他咧我叫個細佬就唔好醫啦，因為你冇嗰種器材。咁大家可以參考，揾下方太登記。